来关心咱台湾的邦交国海地最近真无平静，当地乌岛是趁因的总理亨利出国访问的期间，在国内乌爸母，嘛互留点国外的总理国部长爱宣布伊要请辞。目前咱台湾伫海地的大使馆，也有工作人员和台商侨胞计共24个人，一切拢平安。 为伫加勒比海甲台湾有67年邦谊的友邦海地，最近爆发大规模动乱。当地帮派分子联合伫总理亨利出访期间，施加压力爱落台，因为首都太子港的政府机关、国际机场拢互攻击关起来。滞留海外的亨利到当无法度回国，才伊宣布正式请辞。Haïti besoin la paix. Haïti besoin stabilité. Haïti besoin un développement durable. Haïti besoin rebâtir institutions démocratiques. 自从海地前总统莫伊斯2021年互暗杀以来，亨利无经过选举，接到代理总统甲总理的职务，佮较以国内局势不安全为由，然后决定2月举行的大选，引起反弹声音。又走伫欧北两岛之间的争作晓，菲利普顶日就公开表明希望出任海地后一任总统。If my people believe and trust me, I will be their leader. It's up to my people, no one else. 他以他在这个海地的过去的声望，或者一种传奇性的一种推崇啊，他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点影响力。但是呢，竞选总统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前驻海地大使杨成大认为，海地政局复杂，什么人要接任也真歹讲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加勒比海共同体成员国11也出席伫牙买加就海地飞机举行会议。布林肯表示，对派往海地的多国安全支援特派团，美国会提供3亿美金支援，另外也会拨款3300万美金用伫人道援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